喺數碼經濟時代，中小企正面臨前所未有嘅挑戰。電子系統難用，對科技唔熟悉，客戶需求持續改變，瞄準唔到客戶需要，企業流失潛在客戶，錯失銷售機會。我哋隆重介紹 Smart Business， 一個專為中小企而設嘅智能平台，協助企業吸引新客戶，提升市場推廣效率，增加顧客回購率。一個系統同時管理兩種銷售模式，透過 API 接合多個網店平台同埋實體店，建立真正嘅 Offline Mix Online 全渠道營運模式。系統簡單易用，拒絕資料混亂、數據唔同步，輕鬆管理線上線下，獲取360度全方位顧客視野，將分散顧客信號化為可觀測嘅顧客數據資料。24/7盈利自動創造 ，VIP 客戶24小時7日隨時可以落單。登入 VIP 帳號，喺自助落單頁面選購產品，然後撳落單，輸入個人資料就可以完成訂單。系統會自動生成收據，跟住去自助落單清單頁面，就可以瀏覽到自助落單嘅訂單。撳右邊明細嘅按鈕就可以睇到詳細嘅訂單內容，輕鬆減少人手處理訂單成本，營業時間外自動獲取盈利。即使瞓喺度都有生意自動上門。意圖探測器、電子郵件行銷追蹤系統可以發送電子郵件行銷，分辨高意向、未轉化嘅客戶，再跟進客戶。喺推廣頁面進入網絡行銷功能，撳新增建立網絡行銷，輸入電郵主題、內容，然後撳儲存。建立成功，再撳指派，選擇目標客戶，再撳開始進行網絡行銷，自動發送電郵俾目標客戶。後續撳追蹤，就可以瀏覽客戶電郵記錄、打開次數、時間等，作出跟進。輕鬆應用 RMF 模型，將客戶分類為忠誠客戶、沉睡客戶以及潛在流失客戶，製造再銷售商機，將市場推廣由成本中心轉變為收入增長引擎。AI 智能會計用 AI 掃描單據，再同 ABSS 會計軟件聯動，進行自動收入支出記帳，全面實施企業管理流程智能化。去支出頁面撳 AI Scan， 喺上面可以查看剩低嘅掃描次數，喺下方選擇影相或者上載檔案。我哋喺度示範選擇檔案，等待 AI 幾秒就可以快速睇到掃描結果。完成咗之後可以撳查看進入記錄。撳右上角嘅 PDF 掣就可以睇到掃描檔案，可以作未來嘅參考。接落嚟係 Copilot Cowork 你嘅 AI 智能助手，只需簡單幾個步驟就可以實施辦公自動化，將你嘅寶貴時間放喺更重要嘅工作上。首先係 Smart Business CRM 客戶一欄，點選工作排程管理，然後新增工作排程，輸入相關資料，包括任務名稱、寄件人、收件者、主題等，再勾選發送時間、匯出資料等選項，之後撳儲存。返去列表之後，撳前往 Cowork， 就會自動轉入 Copilot Cowork 嘅頁面，然後輸入指令，
之後嘅嘢就可以交俾 Cowork 搞掂啦。15分鐘之內 Cowork 就可以自動生成報告，直接送到收件者嘅郵箱。客戶地區分佈、成長趨勢、關鍵 KPI、團隊績效，全部自動生成圖表，再加文字分析，一份管理層 ready 嘅專業報告就係咁簡單。簡單快速處理重複性工作，減低繁複步驟造成嘅錯誤，提升跨部門協作效率。員工唔使再被繁瑣行政工作束縛，而係能可以專注於分析、決策、客戶關係管理等更高價值嘅工作。革命性技術融合 ，Spark Business 融合咗 WhatsApp 免費 API、Azure AI 服務、Microsoft Graph 聯動同埋 Microsoft Copilot 服務，用頂尖效能處理每日銷售管理工序。用低成本盡享高科技，用家實證減少50% 人手資料輸入，降低70% 人手搜索時間，金融資料錯誤率大大下降95%，減少70% 完美 OT 時間，每次 AI 掃描低於1毫子。Smart Business 最適合中小企，輕鬆低負擔。訂閱式年費，多平台、多設備通用，簡單維護支援，同時都係中小企大灣區業務好幫手，支援多語言，大灣區常用電子支付，國內稅項，連通金碟，迅速投入使用，7日內系統快速鋪置，14日內教授員工使用技巧，更設有支援服務。回收工作坊，而家喺 Microsoft Marketplace 就可以揾到啦。另外 AI 會計數碼轉型1日精讀課程，亦都上架 HKPC Digital DIY， 駕馭科技變局，用 AI 制勝先機。Smart Business 榮獲多個獎項，以實惠可擴展嘅 AI 動能，協助中小企提升為零售市場中嘅領導力量，而家就為你嘅企業帶嚟革新啦！